举起来一下哈，哦，你今天很性感哦，急着想要赶快去喝一杯的雅文。先看一下正前方，太感人了，这个7年入围，连续7年都有入围，终于把它拿回家了。这座奖就像我当年在歌唱比赛114一样的，拿到了20关的总冠军，然后拿到了100万的奖金。那个心路历程就跟当时是一模一样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其实一直没有想过我这张专辑会入围，但很多台语歌真的很好听，他们有在被听到的机会，所以这个是身为台语歌手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。很厉害哦，入围了8项大奖。你还没有这么快可以去喝酒啦，好，至少要等我们所有的奖项都开完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台语歌这个语言是需要传承的。然后我一直在想说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现在的弟弟妹妹觉得台语歌也很好听，然后很流行。是，所以我就结合了一些时下年轻人喜欢的元素，然后跟台语歌结合在一起。好像真的有奏效，就是我的一些粉丝们的族群有稍微在改变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些年纪很轻，然后真的台语讲得不好，但是他们就是 cover 我的歌，然后传给我，我就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。对，我觉得超开心的，我觉得我好像做对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是，虽然可能之前有点辛苦，对不对？那条路比较不好走，但是你做到了，是拿下2个奖项，这次入围了8个，最想要拿哪些呢？全部带走，是也没关系啦，就是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现在这张是全创作，是希望可以拿作曲，这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竞争都很激烈，但是我觉得入围我觉得已经很感谢了。是，但是我们这一路走来，因为我们都是南部的孩子，然后为了台语歌上了台北打拼，所以每当我们对方如果都有好的成绩，或是有比如说演唱会等等的，我们都很替对方开心。是，所以他今天拉到，我觉得之后后面还有很多奖要他去领的。对，所以恭喜他，恭喜他，真的很发自内心。那雅文呢？刚刚在搬男歌的时候，我真的好紧张，我真的手快掐烂了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要了吧，因为我觉得富凯就是真的很会唱，他毋庸置疑，我觉得这个奖他一定要拿到。然后我刚刚在台下一直不断的，我就是在发抖，然后手掐很紧，然后结果后来他上台了，然后就一直期待他要讲什么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定等很久了。是，有没有比自己得奖还要那个紧张？这超紧张，紧张到这脸都歪掉，是不是？那在这之前有跟他联络，跟他说什么吗？其实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有遇到，都有遇到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讲座，我们都放在心里面，不会去跟对方说很多的祝福，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好。